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。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6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2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生活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以及以赛亚书44章记载的遐以色列人，拢袂记得上帝是甚物人，或者是讲因伫受到外族统治的下面，因就开始怀疑上帝。亲像有一寡人总是会认为讲，如果上帝是真的，怎样会互阮被这个拜偶像的人所灭、所统治呢？所以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伫生活中因就失去信心，甚至袂记得上帝是甚物人，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同款。要归向上帝是需要信心的，因为上帝是看袂到的。嘛，因为安尼，真侪人就挡袂牢，就离开上帝去拜偶像。先知何西阿安尼讲着，伫何西阿书第6章的经文，以色列无真实悔改，因讲来啊，咱着回头来向上主，伊疼理咱，嘛要医好咱。伊拍咱，嘛要包咱的伤。过2日，伊会互咱复原；第3日，伊会互咱爬起来。咱就要会当伫伊的眷顾的下面来生活。咱着认捌上主，尽力追求来捌伊。伊会亲像清早的光出现，亲像雨水淋到咱，亲像春雨润泽土地。伊发现啊，我着安怎来对待你？犹大啊，我着安怎来对付你？你对我的疼痛，亲像早起时的云雾，亲像露水，真紧就干去。因为安尼，我派先知甲恁讲话，用我的话甲恁提示。我的审判亲像清早的光发出。我较爱自爱，无爱祭司，爱人真正捌上帝，赢过献烧化祭。先知形容以色列真正是真拄好啦吼，所以伊讲，伊发现啊，我着安怎来对待你？犹大啊，我着安怎来对付你？恁对我的疼，亲像早起时的云雾，亲像露水，真紧就干去。这形容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疼，对上帝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弱，亲像露水一下就消失无踪。先知虽然提醒以色列人爱归回，也讲到上帝会安怎来保守因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是无有悔改的诚意。上帝真明白来宣告，伊无需要以色列人的烧化祭。上帝所要指的是以色列人会清楚来认捌伊。这需要信心，甲疼上帝的心。但是以色列人却是无安尼的心，
甲疼。因此，因就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并且真无愿意回头来转向上帝。基督徒也应该爱受着警醒，时常的反省，对人有疼，对上帝有信。保罗伫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中间，安尼提到，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表现啦吼。标题讲帖撒罗尼迦人的生活甲信心。保罗讲，阮时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祈祷的中间不时想着恁。阮伫咱会被上帝的面前想念恁靠信心所做的工，出伫疼心的劳苦，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仰望所表现的坚忍。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对伫上帝的信心真正有坚定，并且用疼心来温群服侍，做工。对伫主耶稣基督的仰望，拢得到保罗的讹。保罗并且因为安尼，时常为着因来献上感谢。这是信心生活的美好见证，也是保罗因传福音工作主要的目的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又搁讲着：兄弟姊妹啊，愿知恁是上帝所疼、所拣选的，因为阮传福音到伫恁遐。毋是只有用语言，嘛靠着大气力甲信心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。照恁所知，阮伫恁中间会是做人做甚物款，拢是为着要互恁得到利益。佮恁有儿阮嘛有儿子，虽然伫真济的苦难中，恁还佫用圣神所赏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。对于安尼，恁诚做马其顿甲亚该亚全体信徒的模范，因为主的信息是对恁传出，毋但伫马其顿甲亚该亚。恁对上帝的信嘛传到伫逐所在，所以毋免阮阁讲甚物，因家己有讲起，阮伫恁遐的时，偌受欢迎。恁安怎离开偶像来归向上帝，来侍奉我阁真的上帝？听候伊的囝对天来，伊互耶稣对世人中国活来拯救咱脱离未来的审判。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虽然拄着真大的灾难，却犹原坚定学习保罗、学习基督，并且真喜乐来领受真理的信息。因活出美好的信心生活，也为着其他的教会，亲像马其顿甲亚该亚的基督徒立好真水的模范。帖撒罗尼迦教会基督徒活出着福音的模样，也诚做上好的福音的同工之一。伫初代教会的发展的中间，留落美好的见证。咱现代基督徒你我，咱要安怎来学习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有坚定的信心，会通诚做其他的人，也是教会的见证的帮衬，
也互因会当拿来亲近上帝。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13节，求上帝恩待伊的子民。上主啊，你有施恩予你的地，以色列受掠的人，你有解救因倒来。你有赦免你子民的罪恶，撤销因一切的罪过。第8节到13节，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圣的子民，应允许平安繁荣，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。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互伊的阳光临到伫咱的境内。主爱甲信实相拄，公义甲和平相揽。信实对地发出，公义对天降落。上主赐好物，咱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行伫上主头前，为着伊准备道路。恳求上帝赏赐怜悯、赦免的恩典，赦免阮的软弱，接纳阮反悔心志。求主帮助阮有一粒诚心回转，互阮会有信心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